刚刚在研究啊，就是帮帮病名、呸噗蹦培，也就是因为声韵学学习者本身在学习国语的时候，就是在上一代的声韵学学习者本身学习国语的时候，就会有因为台湾而出现的方音，也就是华语方音，就是华语方言学的一部分。然后华语方言学它起来有字，是因为华语在台湾出现了在地化，而出现台湾华语这个过渡的过程，就会有一个东西叫做台湾国语，因为它是在学习国字的过程之中，要把国语听读做好，而出现了台湾地区性的华语方言特色，也就是官话的台湾方音。官话就是华语嘛，然后台湾方音就是台湾国语嘛，因为官话是国语啊，有没有连起来了？所以呢，你会发现全世界都在说什么话？中国话。为什么呢？还有个历史证明，就是有没有听过溥仪的庭上应训？完全就是这口音的标准版，所以真的就是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，溥仪说的话越来越国际化。我妈妈说的是什么话？台湾话吧，台湾话的新版就是台湾国语啊，所以以前是什么？台湾口音的闽南语，台湾闽南语。你会发现全部都连起来了，不要吵，不要吵。你看，不要吵也是台湾华语啊，所以我们要从台湾闽南语到台湾国语，再到台湾华语啊，不就是这样吗？还不做？溥仪说的话越来越国际化，